着趁摇花通吹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规晚摇花，伊要怜悯伊；规晚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大家平安。咱就要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73首，但愿感谢上帝，会友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马三甲额头，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伫过去，阮伫赤夜日头下面，你正做阮的牙坎。伫大雨的灾难中，阮会使徛伫你的肩胛头面顶，避免了灾难，超越了家己。感谢主过去听阮的祈祷，感谢主即马互阮拥有的一切。感谢主未来替阮备办的引带，阮即马要透过祈祷甲主同在，求主使圣神同工，消除阮家己自私的念头，无利用主来成就阮家己的想法，因为阮常常毋知影家己真正的需要。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行伫天顶共款。
主，阮即马要来认阮家己的罪。主，你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阮去用看见，甲无去看见高高甜的罪，洗净阮一切不义。阮心硬哪石头，冷淡错失帮赞有需要人的机会。阮骄傲无同理心，阮有意无意去伤害着身边的朋友。阮无做好的见证，互人跋倒离开主。阮的耳仔塌起来，无听属灵的苦劝。阮轻视上帝的律法，无顾别人的苦难，看轻家己生命的成长。阮总是用家己的经验来解说阮所拄着的代志，求主赦免阮一切罪过，学习用圣经的教导来看这个世界，来处理代志，除去阮心中的批评、怨妒、骄傲加生气，看重阮是主动用圣徒的职分加责任，学习全心全意来听主，正做除了罪恶以外，阮啥物拢毋惊的精兵。主，你赐落疼痛的气力，互阮会使搁一摆去疼阮身边的亲人、兄弟姊妹、朋友、同事、同工甲有需要的人，互阮知影生命中啥物才是上重要的。对疼别人的中间，互阮得到医治，得到完全。阮知影主，你比阮搁较疼阮身边阮所爱的人。主，你的爱是安尼真心满足了阮心内的欠缺。阮的性命因为爱献出伟大。阮即摆要为着伫遮甲无办法来圣殿敬拜兄弟姊妹的困苦来祈祷。阮拄着苦难的时阵，阮总是习惯按照家己的经验来解决代志。要求每一个困难后面，拢爱有会使解释的原因。求主帮助阮，无阁习惯倚靠家己的处理的方式。既然阮信你，就互阮信甲完全，也求你安慰厝内有失丧亲友的家庭，互因得到平安。祝你用阮病痛进入阮的生命。提醒阮爱珍惜每一个相做伙的时刻，求你拯救医治阮的身躯甲生命，因为要熄的灯火你无吹灭，互阮无甲所爱的人分离。当阮事业、经济计划拄着困难的阻挡的时，互阮新的眼光甲气力，无为着世上的钱财来忧愁。帮助阮找到天国的宝贝。当阮的生活乱七八糟的时，你也无放落阮，无阁互阮干那独干那接受拄啊好渡过难关的恩典尔。你互阮得到比阮计划、阮祈求阁较侪丰盛的恩典。阮来算小主，你互阮的恩典，阮就会使重新徛起来，得到气力。主，你无勉强阮来奉献，虽然阮献上的时间、才能、金钱、服侍拢无够呀。主，你有缘听阮，互阮饱足的生活。愿阮每一个人的嘴讲，我愿意全然献出服侍的心。求主，互阮分担的重担愈来愈轻。阮分享的恩典愈来愈多，使阮教会牧长、同工会友用起初甲主立的约，互的心，互主改变的生命来做见证，互外邦人为阮的恩典中看见主，信无主的道，确无对阮的脚步，享受生命中永远无阁取代的活水。也替阮备办今年底阮教会要中级改选，有够额尽心的同工来做主
复兴传道见证的大使命。今日蔡牧师要分享爱的意义，爱是无自夸，互阮控制阮家己的喙，看见别人的需要，求圣神感动，充满阮即马讲的甲听的每一个较无主的信徒，成做阮宣教的大快乐。阮的祈祷无完全，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来祈祷。阮的天父，我念你的神，你讲你吧，你的旨意下，你的旨意，我的心爱我，下一个国，进传下一个国，我进传一起，我把你的爱，我把你的荣耀，开启，阿门。咱即摆要来启用，启用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4页，启用文第10篇，圣诗40篇，我来启，大家来用。我捌吞润天后耶和华，伊对通囝的含坑，对土地中空我起来。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一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迄个偏误虚假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袂会对你败劣。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了。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谈。咱将要过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会众请起立来吟全首。
会将请坐。即马迦南诗班要引带咱同齐来学老上帝，因为现个诗是万面照伊的时。那题赛水的歌声、水的服饰，咱拢归荣耀互咱的上帝。咱即摆要来共读圣经，主的话，第一节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伫现代中文译本第267页。伫
在咧圣经伫雅各书第4章13到17节，现内中文译本伫357页。咱今日要来共读第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爱是坚忍的、忍住的，有爱就无怨妒，无自夸，无骄傲。第二节的经节伫雅各书第4章13到17节，13节。有人讲，今日也是明仔，阮要到某某城去，伫遐住1年，做生意，趁大钱。但是听我讲，恁连明仔要活的也无，拢毋知影。恁不过亲像一顶雾，出现一时啊，就无看见了。恁应该安尼讲。如果主愿意，阮就会使活咧做这个代志，做迄个代志。但是恁竟然遐尼骄傲自大，安尼的骄傲拢是毋对的。17节，所以迄知影应该行善事，但无去行的，就是罪。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去行的人，今日咱的蔡牧师要引传予咱的信息是《爱的真谛》系列第5讲，爱是无自夸，爱是无自夸，请咱恭敬来领受。大家平安。今仔咱要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无家己夸口，爱是不自夸”。一般来讲，咱拢真讨厌夸口的人，但是有时阵咱嘛家己会陷入迄个夸口的软弱中间。特别咱若拄着迄个真爱夸口的人，咱拢感觉讲啊粗鲁，讲这个人做臭屁的，所以咱心肝想讲输人毋输阵，输阵歹看面。所以咱就夸口起来，所以咱今日爱来面对咱生命中间的这个软弱。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透过今日的敬拜来亲近你，也透过你的话，要搁一遍来调整阮。主，阮知阮的本性是软弱。常常会自私，常常会看家己较重，伫到阮生命中间有真侪缺点。求主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帮助阮，来更新阮，互阮的生命哪来哪合你的心意，也当用阮的生命为你做见证，来荣光你，来祝福人。所以，这个时刻，恳求主你垂天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软弱的心神得到清盈，互阮会当专注伫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看，听是无夸口这个题目。咱先来看这个自夸吼，这夸口这个字，这个字伫希腊文的字根是。指一个地啊，一个人咧来分气，意思是讲内面是空的，这个字通常有2种意思。第一个就是爱典，就是爱华语叫做炫耀，就是将家己所有的来摕出来，然后宣扬，互大家看见家己的重要性，看见讲这个人。真牛，也是讲这个人有拥有这个物件。咱知影心理学家认为讲，有一部分爱典的人，其实是伊心中是稳重一份自卑，伊惊叫人看袂起，所以为着稳重家己心中的自卑感，所以就将伊有诶摕出来典，
来凸显家己的厉害，想要将心内的自卑甲不安、无安全感来暗藏落来。当然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要表现家己的优越感，我比你较敖，我比你较济，我甲你无共款，想要彰显家己的无共款，就爱将有的摕出来展，这是第一个意思。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讲无实在。咱拄则讲，这个字的字根是气的地啊嘛，气的地就是内底是空的，意思就是讲无实在。亲像咱台语讲碰风，也是讲笨鸡龟。讲华语的人较笨，叫做吹牛，比咱笨较大。讲较粗鲁，就是讲爱操蛋。有真侪人爱碰风，爱笨鸡龟，夸口无实在的物件。明明家己无，也是讲家己无遐济，但是却对外表示讲有遐尼济。所以这个字有两种即款的意思。但是咱接下来看夸口为什么甲疼有啥物款的关系？保罗讲疼是无夸口，意思是讲夸口的人无疼。为什么夸口的人无疼？其实较正确的讲法，应该讲夸口的人只疼一个人，就是疼伊家己。伊仰望所有的人将焦点注目伫伊的身躯顶。其实对某一个角度来看，夸口的人毋是伤歹的人，伊毋是歹人。但是因为伊夸口的目的，通常毋是要害别人，毋是要伤害别人。但是有时因为过度强调家己，爱大家将焦点拢放伫伊身躯顶，总是伫身躯边仔的人会感觉无爽快。所以有时会伤害别人。所以这是夸口的人的问题。为什么讲夸口无疼？因为咱知影有一个疼的定义，就是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起家己的责任。你看起别人有欠过啥物货，看起别人倒位较软弱，咱感觉讲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着去补满你的欠缺，去扶持你的需要。将别人的需要看做家己的责任，这就完成了疼。但是夸口是安那？夸口仰望大家拢看你家己嘛，所以夸口就是带到这倒边。疼是去看别人的需要，夸口仰望大家拢看伊家己的需要。所以保罗先生伫遮讲的意思是讲，真正的疼，毋是将你的眼光放伫家己的身躯顶，反倒爱变过来，爱将焦点放伫别人的需要顶面。好，咱知影夸口甲疼的关系了，咱来看夸口的效果。第一项，你若爱顶的人，通常你会去伤害别人，因为爱顶的人伫四边的人感觉讲这个人讲的，伊有遐尼济物件，我无，所以我会感觉有点仔自卑，我会感觉艰苦，我会感觉讲无够野，所以我有时阵我就会艰苦，所以爱顶的人伊会伤害别人，咱拢无爱甲即个爱顶的人做伙，因为咱若甲即款的人做伙，有时阵咱会感觉真痛苦。你若无心理准备，因为咱人拢有软弱嘛，看到别人展示伊所有的，总是感觉讲我无即个物件，我比伊较我惊伊看无起我，所以有时会感觉艰苦，甚至会变做咱顶礼拜所讲的讲会怨妒伊因为若比较拢会产生即款的问题。我会记起有一回几若当前迄个时阵，我的后生牧师还阁足细汉国小毋知1年2年的有一天教会主任校长走来甲我讲，伊听到我的囝甲伊的囝两个人伫遐咧对话伫遐咧比较伫遮咧互相咧电因为拄仔考试考了这主任校长的囝就来讲我即回国语考100分，你考几分？牧师讲我嘛考100，有那真大声啦然后伊就讲
啊，我自然吼，我考99，你考偌济？伊讲我考98，讲了较细声淡薄。啊，即马讲我数学考98，啊，你考偌济？即目前想想的吼，煞毋知影应吼，若讲出来就歹势，伊拢来讲家丑不可外扬吼，比袂过伊吼，只好无要来讲。因为吼人，咱顶回有讲过比较吼，你得产生吼，感觉艰苦，会去怨妒，吼，甚至会心生，吼。啊，若拄着一个真爱甲人比较、真爱顶的人，会受伤害。啊，咱毋通若准讲爱顶的人吼，会伤害别人尔，有时有来伤害家己。吼，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即个希西家王的故事。希西家王原本就是一个真好的王，吼，伊对上帝真忠实，啊，对上帝欢喜。啊，有一遍吼，伊破一个重病，强要死去，伊就对上帝祈祷，啊，上帝也听伊的祈祷，互伊渐渐复原起来。啊，真侪国外遮个王吼，听去就讲，希西家王破病，赶紧派大使吼，当然有出个目的，佮要看伊病到啥物款的情形吼。啊，另外一方面有若带一寡礼物吼，来慰问。啊，结果吼，这希西家王伊渐渐复原了，伊嘛真欢喜。啊，看到这国外的大使拢来吼，哇，心肝就真得意，真欢喜吼。啊，其中有一个巴比伦王的囝，伊嘛来看伊。这时阵吼，伊就希西家王真欢喜，就将伊将来所有的这财宝吼，拢摕出来互伊看。啊，甚至将伊的军备吼、军队拢叫出来互伊看，讲哦，你看阮的国家有遐尼济军队，阮国家有遐尼济金银财宝。啊，结果吼，先知以赛亚知影即件代志了，就去找这个希西家王，你讲你到底做啥物款的代志？希西家王讲，啊，我做欢喜的，所以我就将这物件拢展示互因看，吼，啊，因大家看了拢嘛拢学了讲咱的国家真强盛。结果以赛亚就来警告讲，你今仔日遐尼爱顶，你也知影你的后果，吼，有一天，你这将来金银财宝拢爱被抢去，甚至你的子孙拢爱被掠去巴比伦，吼，这就是一个人得意忘形、爱顶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咱爱对这教训中间，吼，对这故事中间得到教训。咱的生命中间敢会常常含有这个，因为爱顶伤害别人，也伤害家己。啊，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讲，你若无实在吼，会向笑吼，因为有人无老实，爱讲话吼，爱真爱夸大，吼，啊想要得到别人的娱乐。但是，一旦吼向看破，安尼你就真见笑，会向笑，吼。所以无实在吼，吼爱说你，因为别人若了解迄个背后的事实的时阵，吼啊踢破咱的即个咱所讲的这真夸大的言语了，咱就感觉真见笑，吼。啊，这是咱真正爱学习，有个人讲话吼，实在是无实在，吼。我捌听过阮无顺有一个阿叔吼，伊捌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伊讲伊离开台湾，去一个国家，去遐工作吼，去一个真偏僻的庄卡，迄个庄卡吼，真偏僻，可能是土地较俗，迄个人工较俗，所以因的工厂就设伫遐。伊去到遐，感觉讲遐当地迄个卫生设备吼无真好啦，而且便所拢用旧的啦吼，伊感觉无真方便。伊想讲家己要用的吼，应该爱用迄个会当坐吼。伊发觉讲迄个庄卡拢无即款的物件，有一天伊就去较大的城市，发觉有迄个物件，伊就来买转来，就叫一个师傅讲。我即个马桶吼，你帮我装好好势吼。我要转去台湾2礼拜，2礼拜了我就转来吼。你也好好装，你干嘛要装即个物件？迄个师傅来答应讲无问题吼。这我绝对来处理好势好势，这我家己的专业嘛吼。伊讲你真正会晓做吼？伊讲我真正会晓做。结果伊2礼拜了对台湾转来了，看到迄个差点昏去吼，因为吼。迄个所在的师傅毋捌看过迄个物件，所以吼，伊拢挖一个较大的坑，将规个拢来抬落去吼。
啊，原本伫迄个裤的吼，较矮，佫会当裤，啊，即摆愈来愈宽，所以无好裤吼。哦，伊就叫迄个师傅讲过来讲，啊，你老斗安尼吼，你毋知即物件安怎斗，你佫老讲你会晓斗，吼，所以你爱老赔钱，吼，啊，所以吼，讲话无实在，吼，留一寡话柄互人笑，吼，啊，所以咱是爱了解讲，咱讲话爱实在。耶稣嘛讲过一个简单的譬如，耶稣讲，恁中间倒一个人要起一座楼，无先坐落来计算，吼，爱开销爱偌济，啊，先评估看敢会当起会成袂，吼，啊，若无安尼评估，吼，啊，恁按地基了，啊，对外宣布讲你要起一个楼，结果无法度起起来，啊，就叫人笑话，讲这个人开工，但是却无法度完工。啊，所以咱来明白就是讲，咱做人爱实在，吼。啊，所以咱拄则有讲过，夸口有两种无好的效果，一种是你爱点的时阵，你就伤害别人，伤害家己。啊，无实在，就留话变去互笑。啊，所以既然夸口遐尼无好，咱就爱通过圣经来思考，三项牧师今日要来大家建议的信息。咱做伙来调整咱本身，互咱毋通成做一个夸口的人。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来知影吼，咱对未来咱无法度完全掌握，只有上帝当掌管明仔载。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提供咱第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讲，伫上帝面头前，咱一点仔嘛袂当夸口。啊，拄则所读的经文吼，有一个背景，就是咱知影犹太人吼，真够做生意，对古早到今仔日拢是安尼。咱今仔看到真济咱一世界真好野的人，真够做生意的人，拢是犹太人。伫古早嘛是安尼。特别伫雅各书形成的迄个时代，迄个时代有真济，这世界咧发展中间吼，会设立真济新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所有的设备吼，被安置好势了后，有关的政府的部门的人会开始鼓舞人爱迁徙到迄个城市，因特别爱鼓舞啥物款人？鼓舞犹太人，因为因知吼，犹太人真够做生意，所以若犹太人迁徙到即个城市吼，的确因为因的拍拼、因的投入吼，互即个城市会繁荣起来，所以因用真侪方式来鼓励犹太人爱迁徙去迄个新的城市，甚至用公民身份互因，互因会当赶紧来迁徙遮个新的城市。咱今日所读的背景就是安尼，就是讲有一个人，伊可能听起着某一个消息讲，伫倒位要设立一个新的城市，所以就拍开地图来看，指某一个店讲伫遮要咧开发一个新的城市。我若去做生意吼，我机会一定真好。我如果若去遐拍拼，一冬了后，的确会当趁大钱，成功倒转来。但是雅各书的作者来因讲，恁连明仔载也活着，也无也毋知，恁不过亲像一顶雾同款，出现一时就无去。意思是讲雅各书的作者咧对因讲，明仔载代志你无法度掌握啊。人袂当因为家己的自信来夸口。伫圣经中间，耶稣妈妈讲一个譬如，耶稣讲一个财主，这财主半暝想着一寡代志困袂去，因为伊迄产业真济田园要收成伊咧想啥讲？这田园若收成了哇，这五谷遐尼济我即摆现有的这个仓库抵袂了这五谷。所以我就赶紧将我的仓库来拆起来，起一间更较大的仓库，才会当收成这五谷会当放伫这仓库内底。然后伊讲我要来家己讲，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会当享受我这个收成但是耶稣讲耶稣讲，你这糊涂人，都是伫今暝，你着爱交出你的性命。安尼，你为家己所积存的这一切财物，要归互啥物人？所以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咧讲相款的代志。明仔载的代志，咱无法度完全掌握，咱无法度完全拍算。虽然咱会当计划，但总是咱明白，只有主愿意，咱才会当
成就这个事啦。吼，咱伫上帝面头前，无一点仔值得夸口，因为咱一切拢是上帝来咱成全，上帝互咱的。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建议咱安怎讲？讲咱安尼讲，如果主愿意，咱就会当活地做这个代志，做遐个代志。啊，所以咱爱明白啊，真正靠咱家己的力量，无法度完成所有的代志。只有主愿意，好，咱才会当成就这个代志。好的，安尼咱就袂夸口。咱看见着箴言嘛，安尼对咱讲，毋通为着明仔载的代志夸口，因为你毋知每一天所要发生的代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深深明白，而且体会这个道理。对伫明仔载，咱无法度有任何掌握。第二项建议，咱来学习的，就是讲，咱知影通常吼，咱的夸口拢是因为咱拢用嘴来夸口，用言语来夸口嘛。所以，如果若咱控制好咱的喙齿，咱就当会晓无夸口。咱若看即个雅各书第3章第20到第6节，雅各书的作者吼，伊讲吼，迄个伫言语顶面无过错的人，就是一个完全人。咱知影，咱中间无一个完全人，所以咱常常用言语咧夸口，用言语咧伤害别人，甚至伤害家己。雅各书的作者伊用3个例啦，一个是马甲姜，吼，就是迄个控制迄个马的迄个脚环，吼，啊，另外一个是舵，吼，即个船的舵，吼，就是船舵，吼，啊，佮另外用火来表示即喙齿，吼。伊讲马甲姜吼，放伫马的喙里，然后用即个锁啊，就当控制吼即只马。啊，遐尼细的马甲姜，会当控制遮尼大只的马，吼，所以喙齿造成的影响真大。啊，船舵嘛是相共吼，船舵一细细的船舵，就会当影响一只大的船，吼，即个船长控制即个船舵，就会当将即个船驶去咱要去的所在。啊，另外火，真细的火有可能烧了整个的草园，所以喙齿就亲像安尼。喙齿虽然真软弱、真细，但是会造成真大影响，所以咱爱注意来好好控制，好好控制。因为咱通常用咱的喙齿，用咱的言语来评判咱家己，来夸口咱家己。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嘛，就咱提议吼，要安怎去控制？吼，伫第1章的第19节，伊安尼讲：恁逐人爱快快听，慢慢讲，吼，慢慢想去。快快听是安那？意思就是讲爱注意听啦。啊，慢慢讲就是讲，你要经过你的头脑思考了，才讲出来。经过你的头脑思考了，你也想讲，我讲的一句话，敢会去伤害别人？敢会夸口家己？得罪上帝。咱来三思了，才来讲。所以有人讲，咱生2个耳仔，一支喙，就是表示讲，爱你较用心听。较慢慢啊讲，爱思考了，较来讲。这是咱来做的一个操练。因为伫牧师牧会的生涯中间吼，我发觉讲，真侪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吼，拢是因为讲毋对话啦。有时我讲了伤夸口，就去伤害别人；我讲了伤刺激，别人嘛伤害，就造成迄个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啊。无论伫家庭，无论伫咱工作的所在，学生伫学校内底，咱伫教会中间，拢有可能因为咱无好好控制咱的喙齿，互相伤害。这是咱爱学习的。所以第2项，咱就是爱学习控制咱家己的喙齿。第3项也是最后一项，保罗先生讲，伊无夸口任何代志，但是伊只夸口一项代志。伊夸口家己的软弱，因为是夸口家己的软弱中间，就是夸口上帝的恩典。所以第3个建议是啥物货？就是咱爱伫家己的成就顶面看见上帝的恩典。
咱常常因为家己的成就摕出来夸口嘛。真侪人拢逐项拢会当夸口，咱有外貌较水的，夸口咱家己水。咱若像我这生得无水的，要夸口啥？夸口我较大颗，我较臃肿。若无就夸口我较有学问，我较有知识。若无我就摕我的地位出来夸口。咱人拢会摕咱家己的成就出来夸口。但是第三个建议就是讲，如果你若有任何成就，你来伫家己的成就顶面看见上帝恩典。咱千万毋通抓做家己的成就，全部是因为家己的能力、家己的拍拼、家己的功劳。咱就算有一点仔成就，其实嘛是因为真侪人的协助来完成的。而且若无上帝成全，一切拢无可能成就。这点咱会真清楚。我伫拜五有机会代表咱教会去咱附近的新兴国中去参加因的毕业典礼，代表教会去颁发咱教会所提供的这个服务奉献奖。校长真客气，叫牧师爱讲几句话，我只有对遐个毕业生讲2点。第一点，我爱因学习感谢，爱学习感谢，因为因今仔会当对学校毕业，真侪人领到真侪奖。我讲恁领到这个奖恁爱学习感谢。若无恁的父母，若无恁的老师，若无恁的同学的协助，恁无可能今仔日会当领到这个奖，无可能会当对学校来毕业。所以第一项爱感谢，咩感谢？就是第二项，你爱开始伫新的一个人生的过程中，若要对国中到高中，你爱继续充实家己，互家己较有能力的，将来当成做别人的祝福。我只就讲2点。其实第一点是非常重要。咱人人生有啥物款的成就，咱得到啥物款的地位还是名利，其实拢是真侪人来咱帮衬，真侪人来咱祝福，真侪人来咱宣传。咱所谓这个耶稣基督学生，咱拢明白是上帝恩典帮衬咱，才当得到这点仔地位。所以咱毋通夸口，这就是咱长老教会精神中间，将荣耀归乎，将荣光归乎上帝。因为咱知影，伫咱所有会当做淡薄成就顶面，拢是上帝带咱成全。所以伫圣经中间，咱看见保罗伊也捌夸口，就是夸口家己的软弱，为着安怎？为着要彰显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讲，为着我家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无夸口。因为上帝对我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所以我更爱夸口家己的软弱，通互基督的能力保守我。亲爱兄弟姊妹，照理讲，保罗会当大声夸口。因为伊是上界忠实的使徒，伊将福音传去外邦，互真侪人因为伊的缘故，因为伊手所做的工来领受真大的祝福。照理讲，伊会当夸口，若是咱一定夸口，讲咱做遐尼济代志，带互别人遐尼大的祝福。但是保罗讲，伊伫伊生命的中间，伊真实去明白，除了伊的软弱以外，伊无要夸口。因为伫伊的软弱顶面，伊得到上帝大的恩典。伊只有夸口伊的软弱，因为伫软弱中间，伊明白上帝的恩典够也一样。这就是咱爱去学习的。今仔日牧师甲大家分享3项。第一项就是咱爱知影，咱对明仔载无法度掌握任何代志。第二，爱控制咱的喙齿。第三项，独夸口上帝对咱的恩典。咱后礼拜要继续这个主题来讲，听是无偏颇，偏颇是比夸口更较加一层。这是咱对咱生命的软弱做一个操练。我需要替大家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对咱对伊的话语顶面得到，互咱生命得到透棒的开力。咱同心来祈祷。
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领受更新的力量。恳求主你帮助阮，阮真清楚对伫未来的事，阮无法度掌握所有的代志，只有我靠你，因为只有你会当掌管明仔载。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学习去控制阮的喙齿，互阮用阮的喙齿来学着你，来祝福人。毋是夸口家己，我也恳求主你帮助阮，只有伫阮家己的成就顶面看起你的恩典，将所有的荣耀拢会当归互你。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领受主的疼，主的恩典，咱今晚要来回应主的话。圣诗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会众起立来吟全首。
伫奉献的大圣，我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届来到双连教会会友朋友。你若还未伫外口填写留名卡，咱伫座位的头前有留名卡，你家己填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甲你欢迎。你若无了解奉献的意义的，毋免勉强奉献。咱即摆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敬拜。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请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予阮节节恩典有够爷的过活。阮即马要献上阮的金钱、阮的才能、阮的时间、阮的生命，拢做主你的祭，献予主，求主感纳，用做你圣工的路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会众请坐。今麦要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第5页。咱礼拜时间地点的调整，为今年7月开始，第2甲第5场2场的礼拜，要合并伫主日早啊9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同一个时阵的7楼的幼儿式
阮同齐要转播啦吼。16礼拜实况，请兄弟来留意参加。第2点，集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蔡贵洲兄弟甲赵依林姊妹定伫6月24号下晡1:30伫16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的全家。嘛感谢今日立位守正团的敬拜下团的服侍，愿上帝祝福恁。佫有一点这重点是要招募4大运义工甲表演团队伫8月19到30，请大家来欣赏这个资传所制作的影片吼，请大家若有闲去摕义工的报名表来报名。咱即摆先看影片。荣华是一个来自花莲部落的年轻男孩，从小最热爱的运动就是跑步，却因为读这个空档佮继续报告吼，装备的课程，台语读经班伫第6样吼，台语读经班伫7月4号拜二的暗时7点到9点吼，老师陈金泉甲林怡静吼，教室伫8楼802教室吼，请大家来报名。佮有一个重点是洗礼前的造就班吼。即马是改做2工尔，较方便，毋免10礼拜吼。伫7月15拜6的规日吼，9点20到下晡4点半，到7月22拜69点20到12点50，由牧师团来上课吼。请要洗礼兄弟来备办心来报名。佫有第8页，咱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有35名，咱的会友有身体欠安需要帮衬的，恁若有感动，咱伫厝诶爱替因代祷来关心。咱其他的团课甲教界的消息，请咱大家来详细转去家己看吼。那再搁欣赏来咱这影片吼。荣华是一个来自花莲部落的年轻男孩，从小最热爱的运动就是跑步，却因为读书只身来到台北。来到台北后，很多事情需要适应，没有时间或精力再关心其他的事情了。课业的压力更是让他喘不过气来。下课之后的跑步能够暂时缓解他的情绪。
秀珍，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孩子？我看他好像没有钱投币的样子。那我们把这个饮料给他喝好吗？好啊，好。啊，那我们过去找。好，我们一起过去。你好，这位同学，因为我看到你好像找不到零钱的样子，我们这瓶水送给你喝好吗？不用，没有关系，我们是教会，对，我们就是要送给你这一瓶水喝，对。同学，你知道吗？在活动哦。不知道哎。来，这个是世大运的活动的简介。在花博，我们有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体验活动，还有表演活动哦，还有一些亲子的游戏的活动，欢迎你一起来参加。谢谢。在这之后，荣华每次跑步休息，经过花博公园时，志工阿姨都会主动来关心他的近况，并且拿一瓶矿泉水给他。渐渐地跟这位少年建立关系，让他感受到台北很难感受到的真诚与爱。荣华，你来了，还好吗？最近还好吗？哦，对了，那个雅文阿姨啊，她有事情先回去了。她交代我说要把这一瓶水送给你哦。谢。因为志工阿姨的关心，荣华开始认识耶稣。虽然一瓶矿泉水才18块，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是个很微弱的存在。跑步喝了矿泉水，还是会再口渴。耶稣却由这瓶矿泉水，让荣华感受到上帝与爱的存在。耶稣在这公园里摆放了一个泉源，让荣华的心不再渴。做合神心意、助人的事情并不困难。浅浅对人的微笑，一个善意的举动，或是一瓶矿泉水，都可以传递上帝对我们的爱。请大家若有这个负担的，会使去报名吼，做义工。接续咱怎样要请咱的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网友带到。这个广告吼，主要是期待大家伫世大运这段时间，咱若时间会使，咱就花咱的时间来做义工吼。咱伫花博迄个所在，咱接触真侪人，咱透过这接触，咱会让分团带互伊来关心吼，甚至将福音会当传互因吼，这是一个活动。你有这款的负担，请伫外面的招来道顶面有这个报名表吼，请咱填写。这个时阵，牧师来欢迎新的朋友。伫遮有几位我来介绍，第一位是林丹珠女士，甲伊的后生林世宏，伫后壁面吼，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个第二位是赖志刚先生，伫遮吼，欢迎。伊是对荷兰等来台湾吼。才有胡念慈女士，甲伊后生林景宏，吼，第二场吼，第二场无介绍着吼，好，多谢。才阁有今仔咱的讲师吼，陈永新院长伫咱的中间吼，欢迎伊。等礼拜结束了后，陈院长来甲咱演讲吼，咱会当留落来继续关心。这个是咱其他有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着。那么咱来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来到圣殿亲近你，也透过你的话得到帮助。阮恳求主你持续将你的恩典放伫阮的中间，帮助阮，特别阮中间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主赐落安慰甲福原的力量，互阮伫你的听顶面
得到温暖，得到快乐，会当对遮来复原，也伫即个过程中间，持续甲主有亲密的沟通，领受主大的恩典。我也将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加添阮快乐，互阮有信心，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头拄牧师介绍的新朋友，你若会友若坐伫伊的边仔吼，等下礼拜以后，请你甲伊交代，咱新朋友到10楼的贵宾室，吼，阮互阮有机会来甲你介绍上联教会来甲你欢迎。咱即马要来吟线会诗。愿天父上帝恩典慈悲，耶稣基督的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咱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伫音乐的中间，感谢上帝，也享受上帝的差遣。